哇！各位呢個係咧啱啱喺大連撈起身嘅遼參啊！究竟一條遼參係點樣變成即食海參嘅咧？我哋今日全程幫大家記錄好啦嚇。師傅，咱們現在開始啦，是吧？嚟，走！呢條生產線每次都可以處理幾百斤嘅海參啊！首先咧會由熟手技工將啲海參破肚取出內臟，經過1次、2次、3次嘅反覆清洗，再將啲海參徹底煮熟佢。煮完嘅海參咧，仲要喺0度環境下進行大概3日左右嘅浸泡，先至完成最尾嘅泡發工作。大家睇下，哇！條海參發頭又夠乾淨。秋姐，我們怎麼去區分這個好不好的遼參呢？你看，像這個參就是它呢沒有什麼刺，而且它的顏色跟我們也不一樣。然後就是因為它養殖的時間，它是籠子養的，3、4個月就養大了。我們這個在海底要養4、5年，所以它的刺非常好。靜雞雞話俾大家聽啊，有啲為咗賣個好價錢咧，呢啲咁樣嘅外地參咧，就會染色加添加劑㗎，所以咧一定要帶眼識貨啊！呢台機器啊巴閉啦，可以精確咁將唔同大細嘅海參咧分揀出嚟。分揀好嘅海參咧，就會按照唔同嘅規格咧進行裝箱代發貨啊！唔好睇呢個地方空間細細啊，裝咗1萬斤嘅海參啊嚇，俾大家睇睇我哋嘅品相，全部都係好靚嘅。想要靚嘅遼參嘅話咧，點個預約啊！